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5章。西底家统治第9年10月初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伫城的对面扎营，搁伫四围做土堆攻城。城受围困，一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初9，城内饥荒真严重，居民拢无物通食。城受攻破，所有的兵士透暝对王宫回航附近2个城墙中间的门迄条路逃走。巴比伦军队还伫四围攻城的时，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巴比伦的军兵追入西底家王伫耶利哥的平原，入着伊的全军拢气杀伊四散。巴比伦的军兵掠着西底家，甲伊掠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伫遐受审判。因杀死西底家的囝，互伊亲目看着，搁乌伊2蕊目睭，用铜链甲伊链地，带去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巴比伦王的人臣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烧上主的圣殿、王宫，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以及所有贵族的厝。所有缀侍卫长的巴比伦军兵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迄时，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留伫城内所剩的人民，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所剩的人拢掠去。毋过，侍卫长有留一寡上爽享的，互因伫葡萄园甲田园种作。巴比伦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条、盆座甲铜海拢拍破，将遐个铜运去巴比伦。因嘛将鼎、杵仔、灯芯的剪刀、藏香的撇仔，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藏火炭的盆、盘，所有金器的金、银器的银，侍卫长拢摕去。搁将所罗门王为上主的殿所造2支柱、一个铜海，甲遐个盆座带去。这个器具的铜济甲袂称值。这2支柱相款，每一支悬8公尺，顶面有铜的跳斗。跳斗悬1公尺30公分，跳斗的周围有铜做的网仔甲射流。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掠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雅，甲3个圣殿门口的守卫，搁对城内掠一个管兵的官员、王的5个亲信，甲政务兵士的副指挥官，以及伫城内拄着的60个国民。侍卫长将这人带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巴比伦王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拢甲因杀死，安尼犹大的人民受掠离开因本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沙番的孙阿希甘的囝基大利做总督，伫你无互尼布甲尼撒王掠去，留伫犹大所剩的人民。众军官甲属因的兵士听见巴比伦王设立基大利管辖因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
加利亚的囝约翰兰、尼多法人但何密的囝谢莱亚、马加人的囝亚撒尼亚，甲属因的兵士，就拢来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对因甲属因的兵士咒詛讲：恁毋免惊巴比伦的官员，恁通安心住伫即块土地，服侍巴比伦王，恁就会平安无事。迄年的7月，王亲伊利沙玛的孙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带10个人来米斯巴，杀死基大利，搁杀死甲伊做伙的犹太人甲巴比伦人。对安尼，所有的人无论大小，甲遐个军官，因为惊巴比伦人，就拢逃走去埃及。巴比伦王以米罗达伫伊继位迄年，就是犹太王约雅斤受掠了后第37年12月27日，特赦犹太王约雅斤，放伊出家，搁用好话安慰伊，互伊比受掠伫巴比伦其他国家的王有较悬的地位。约雅斤褪去家内所穿的衫，一世人甲巴比伦王做伙食。约雅斤活地的时，巴比伦王赏赐伊所需要的生活费用。